歡迎嚟到呢個 YouTube channel 啦。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個簡單嘅資訊，就係話咧，究竟乳癌病人咧有時做一啲治療，包括化療之後咧，有一啲後遺症或者併發症啊。咁有三個一個長期嘅一個後遺症咧，究竟自身嚟講，即係病人本身可以做啲咩去解決咧？咁樣咁亦都係呢三個小嘅 tips 咧，其實對好多病友嚟講咧，相信都好大幫助，因為咧都真係自己可以幫到自己啦，又唔使話靠好多藥物啦，可以幫到咧嗰個呢三大嘅副作用。咁我逐樣去講啦。嗱，咁無論你係荷爾蒙陽性、HER2 陽性，又或者係三陰性嘅乳癌咧，好多時做完手術，可能咧一啲高風險病人都可能需要做一啲化療。咁你做一啲化療咧，其實咧，如果你問人哋化療有咩長期副作用，或者做緊期間有咩副作用咧，好多人可能以前就答你會嘔啦，會可能肚屙啦，會甩頭髮啊呢啲啦。咁但係其實咧，而家咧呢啲嘅副作用咧都有好多好好嘅藥物啦，或者冷凍帽啊，或者一啲其他方法咧去到減輕。咁呢個亦都未必係咧每個乳癌病人做化療咧最擔心嘅情況。咁反而咧最多人而家喺乳癌做化療嘅副作用係咩咧？最多人困擾咧反而係失眠。冇錯，係失眠。因為點解咧？原來咧我哋一般病人當然確診咗之後又要做咁多治療，有啲緊張，咁瞓覺嘅質素一定係差咗。但係其實其中一個因素咧，係因為我哋做一啲化療嘅時候，譬如我哋打一啲紫杉醇類嘅一啲化療藥啦，好多時為咗避免過敏咧，我哋咧如果傳統嘅藥嘅一啲叫指引咧，就係落針之前咧要俾有啲人咧要俾1日或者2日嘅一啲高量嘅類固醇。呢個高量嘅類固醇咧，愛嚟係抗敏啦。第二就係減輕腳嘅水腫啦，咁樣。咁咧原來用咗類固醇之後，特別呢1-2日比較少少高量嘅類固醇咧，有啲病人會產生一啲比較心情興奮嘅症狀，譬如心悸啊，個心唔舒服啊，有啲驚啊。同埋因為類固醇咧對個腦咧有一種刺激嘅作用，就會令到個腦咧即係唔識得休息啦，變到咧夜晚打完化療之後嗰日咧食咗類固醇，可能有5至7日咧個腦咧都好活躍啊，夜晚明明好攰，但係個腦都瞓唔到覺。咁如果呢個情況我哋點樣處理咧？嗱，簡單嘅方法咧就係話同醫生去商量，某啲時候咧，如果個敏感症狀唔係好勁咧，有時嗰個輔助嘅類固醇咧，可以略為減輕少少劑量，或者用嘅日子比較短啲咧，咁呢個失眠嘅狀態或者一種心驚膽跳嘅副作用咧，會比較少啲。咁當然呢個咧能唔能咁做咧，就要請教翻你哋自己主診醫生啦。咁另一方面咧，亦都可以考慮，首先就係心理上要調節，就知道預咗打完針嗰2-3日瞓覺比較差啲，唔需要逼自己話俾好大壓力，自己一定要瞓得到，因為呢個係一個藥物嘅反應嚟嘅。咁如果你幫自己咧，有啲人咧喺醫生建議會食少少一啲叫褪黑激素，夜晚咧去幫翻個瞓覺。咁褪黑激素咧都有少少蝦人用嘅，有啲人用咗呢個效果幾好，可以瞓到幾個鐘，但有啲人用咗咧就可能幫唔到，仲有啲發噩夢嘅情況。咁你係後者嘅話咧，你用咗之後咧發覺幫唔到咧，咁就唔好再用落去啦。咁另一方面咧，就可以試一啲簡單舒緩嘅措施，就譬如話臨瞓之前熱水浸下腳啊咁樣。咁呢一啲簡單嘅方法咧，其實都可以去考慮使用咧，都幫得到。咁所以失眠呢個問題咧，好多時係有病人本身問題啦，再加埋呢個藥物嘅引起。咁呢個咧就同大家主診醫生商量呢個類固醇可唔可以安全嘅情況咧，稍微減低少少啦。咁第二個副作用咧就比較係長期啲嘅，就係手臂腳臂。好多時打咗一啲化療，包括紫杉醇類嘅藥物啦，打完之後，譬如係打咗3-4針咧，就發覺可能有啲開始有啲手指尖、腳趾尖麻痹。輕嘅咧就可能自己打完針嘅幾個月就會慢慢減輕啦。咁但係有啲人咧都比較係難消退晒，而且有啲都幾困擾個生活嘅。咁我哋有咩自己幫自己嘅方法咧？咁其中一個簡單方法咧就係話咧，如果大家屋企有浴缸嘅話咧，就可以考慮咧去做一個浸浴。咁可以暖水咧，每日或者一個星期2-3次開
乾嘅暖水去到浸浴。咁咧浸浴咧大概浸最多10分鐘，甚至5分鐘都得㗎。咁一般我就見人咧浸個膊頭，包括手腳都浸埋落去啦。咁大概38到40度嘅水已經夠㗎啦。咁浸完之後咧，好多人都發覺起身咧，咁咧就啲手臂腳臂真係會有改善啊咁樣。咁呢個係簡單嘅方法。當然啦，有啲人就問咁使唔使加啲薑啊、加啲鹽啊？咁呢啲都可以去加嘅，或者你乜都唔加都可以。如果你又問咁如果唔浸浴，淨係浸手浸腳得唔得呢？都有一定嘅效果，但係個效果咧就相對比較弱一啲啦。咁咧有啲病人都教翻我轉頭就又唔想咁嘥水喎，成日都咁樣開個熱水都比較麻煩。咁原來有啲病人就同我講咧，佢哋可能屋企屋苑咧就有啲Jacuzzi 一啲暖水池嘅。咁其實佢哋有啲人咧就走去嗰度浸咧，浸5分鐘度咧都有一個顯著嘅幫助。但係呢一樣嘢做咧就要持之以恆，可能1個星期定期2至3次，甚至一啲病人咧就覺得浸咗好舒服咧，就每日浸。咁做咗通常幾個禮拜就見到咧啲手臂腳臂嘅情況咧都會慢慢減輕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係有高血壓嚴重嘅，或者有心臟病嘅，就問問自己醫生自己適唔適合全身暖水浸浴啦。咁第3個一個都幾常見嘅問題咧，就係譬如話好多病人做咗手術之後啦，咁咧可能會覺得過咗半年1年膊頭越嚟越緊，手術邊嗰邊個肋骨越嚟越痛越嚟越緊咧。其實咧呢一啲都係因為咧做完手術之後個疤痕開始收縮啦，可能亦都做過電療，疤痕慢慢收縮咧。而個疤痕收縮咧可以手術後半年先出現，持續可能1至2年都唔出奇嘅。咁所以咧唔一定係手術後即刻出現，而係慢慢出現。但我哋有啲動作做咧可以減輕引起周圍痛啊、心口啲肌肉翳住啊，或者膊頭痛啊同一邊嘅影響。譬如如果你係呢一邊做過手術咧，咁我哋通常我教病人咧，好多人都知爬牆啦、遞高隻手做物理治療啦。呢個當然緊要啦，但更加重要其實唔係個膊頭要舉向上，因為你要拉翻鬆呢一度成個胸肌同呢啲嘅筋膜咧，其實唔係向上，係向後。即係咧，我成日同人講，好似游蛙式咁，其實最好就如果識游水去游水咧，就游蛙式咁隻手咧向後撥，或者舉起隻手就向後咁樣拉落去。咁原來好多人咧做完乳癌手術或者做完電療咧係做唔到呢個動作嘅。但係如果你係有心機去到去鍛鍊咧，其實慢慢咧你發覺每日做佢10下20下咧，就慢慢咧會可以做得到。慢慢覺得膊頭啊、胸膜啊嗰啲疤痕嘅收縮痛咧就會消失。咁呢個方法咧喺屋企多做，亦都咧唔會有一個壞處啦。咁咧就所以咧可以係叫做唔需要用藥物都減輕到呢啲筋膜啊、膊頭啊緊痛呢個情況啦。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咗3個乳癌病人一啲減低副作用嘅小貼士啦，亦都唔牽涉到即係好多嘅藥物嘅。咁希望呢一啲嘅資訊咧可以幫助到大家。